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金甲從財經，我係林祖。咁上集咧就因為美國爆發咗暴動啦，所以就冇同大家繼續講樓市嘅。咁呢一集咧就會講返。咁相隔咗短短10日8日咧，香港嘅樓市嘅壞消息咧真係一單接一單啊！日日新聞咧見到唔係劈價就係蝕讓，咁幅度咧仲越嚟越可怕嘅。咁樓市大跌啦，好多人都會話唔炒樓咪冇事咯。但係我留意到咧，最近好多劈價蝕讓嘅個案咧，其實都唔係發生喺啲短線嘅炒家身上嘅，而係發生喺啲長期嘅投資者。其中有一單咧令我印象咧特別深刻嘅，就係永麟集團啦。咁呢個集團咧就由香港一個老牌家族擁有嘅，創辦人咧就叫做倫志炎啊，係廣東嘅南海人嚟嘅。咁佢50年代咧就喺廣州嗰度咧就讀呢個土木工程出身嘅，曾經咧參與過設計廣州嘅天河機場嘅。咁後尾嚟咗香港啦，咁啊好順理成章咁啊做翻老本行，咁啊幫啲地產商起樓嘅。咁當年香港嘅地價咧就唔高，最貴咧反而係啲鋼筋啊。因為佢設計嘅樓咧就比較節省鋼筋啊，所以生意都好好嘅。好似中半山嘅老牌豪宅嘉惠園啦，就係佢設計嘅啦。咁6、7年嗰陣咧，香港啊發生咗暴動啦，樓價大跌嘅。咁好多地產商咧周轉不靈啦，咁啊將啲樓咧就當作工程費啊、材料費咁啊俾咗佢嘅。咁後來咧香港樓市嘅復甦啦，佢手上嘅物業當然亦水漲船高，資產咧大幅咁增值嘅。咁佢咧亦由一名工程師咧就變咗一個地產嘅投資者啦。咁啊，仲成立咗自己嘅地產公司。咁佢同佢嘅家族咧，亦搭上咗呢個香港房地產市場大牛市嘅列車啊！永麟家族咧係香港樓市嘅長期大好友嚟嘅。咁最中意咧就買樓收租。咁啊曾經咧就持有咧就300幾個藍籌屋苑啊。就好似杏花村啦、海怡半島啦，咁後尾就梗係投資埋商鋪啊、寫字樓啊，咁啊銅鑼灣同埋灣仔咧好多黃金地段嘅鋪位咧，都係佢哋嘅，仲有中環嘅一啲甲級商廈啦，咁啊地產界咧叫佢哋做百億收租王啊！咁多年嚟咧，永麟家族嘅投資作風咧都係好穩健嘅。好似2017年啦，好多地產代理咧就向佢哋推銷呢個中環中心嘅。咁佢仲發咗一封信，咁啊叫大家唔好再嚟推銷啦，因為嗰度咧就唔屬於中環嘅中心地帶，根本就唔屬於中環嘅。咁啊，從呢度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到咧，其實永麟家族咧都係睇得好長線嘅，同埋作風咧都係非常之穩健同埋保守嘅。但就係一個咁穩健嘅老牌家族咧，最近都要頻頻劈價咁樣將手上嘅物業咧就出售嘅。咁睇翻新聞啦，6月頭咧，佢哋就賣咗中環甲級商廈皇九嘅頂層啊，咁啊蝕咗3億。尺價同佢哋買入嘅時候咧，腰斬咗一半有多啊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一大堆嘅物業咧，有啲啊已經蝕讓咗啦，有啲啊仲放緊嘅。咁大部分咧都係大幅咁劈價。得好少咧係賺錢嘅啫，好似尖沙咀厚福街一個地鋪啊，佢哋就2002年買入嘅，最近就賣咗啦，咁啊賺咗1.6倍嘅，咁啊持貨20幾年咧都要賣，可以睇到咧永麟嘅情況咧有幾差啦。咁啊，我估計咧佢哋應該好多物業咧都係近呢幾年咧高峰期買入嘅，咁啊投資房地產啊必然就會做借貸嘅。咁啊，但係個樓市咧跌到咁樣，估計咧即係好多抵押品咧都係跌晒價嘅，應該咧就俾銀行咧就追收差價咧就追得好緊要嘅，即係我哋成日聽到 call loan 啊，咁冇辦法之下咧就唯有咧就係蝕住咁賣啦。咁可以睇到咧香港嗰個樓市嗰個轉勢咧都好明顯㗎啦。咁啊，連一啲咧長期嘅大好友咧，好似永麟家族咁樣啊，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嘅。咁啊，香港樓市長期以嚟嗰種長揸必勝嘅投資哲學咧，其實已經係失效咗㗎啦。咁啊，樓價咧跌到咁多啊，咁啊好多專家啊、資深投資者、炒家啊，間唔中咧就會出嚟叫大家入市㗎啦。咁通常都係話咧跌到差唔多㗎啦，嗰個就係低位啦。咁啊，如果唔買咧就會錯過啦。
但係正如我上集咁講啊，從金價對香港樓價嗰個購買力嘅走勢可以睇到咧，其實持續咗40年嘅香港房地產牛市咧，已經喺2022年咧正式扭轉咗㗎啦。咁觸發點咧就係美國嘅加息週期。咁有興趣嘅咧可以睇返上集嘅內容嘅。咁啊，可能咧有人會話，咁啊單一個週期轉勢嘅時間咧，又唔係咁耐，由2022年到而家都係3年幾啫。咁啊，得出一個香港樓市步入長期熊市嘅判斷，好似有啲武斷喎。咁啊，其實咧我主要咧係由黃金嗰個週期咧去作出呢種預測嘅。金價同樓價咧其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，就係波動咧就比股市要細嘅。近呢一年咧，金價咧一日波動咧，有時去到2至3%，其實都係比較少見㗎啦。通常咧波動咧都係1% 以內嘅。金價嘅週期咧，通常都係以年線或者係季線咁運行嘅。例如2001年到2012年啦，就連續升咗11年嘅。又好似70年代咁樣啊，由1971年金本位解體計起咧，除咗75、76年2年調整之外咧，大約係升咗10年嘅。如果計埋金本位解體之前，其他地方嘅金價嘅升幅咧，大約係升咗16年嘅。或者我哋可以再睇遠啲啊，咁喺1971年之前咧，雖然係行金本位，黃金嘅價格咧係用官價固定嘅，冇一個咧好似今日咁樣日日波動嘅金價。但係我哋一樣咧可以透過黃金嘅購買力咧，睇到黃金價值嘅波動嘅。例如美國南北戰爭嘅時候啊，當時美國一度咧就脫離咗金本位，咁美元咧就冇同黃金掛鈎嘅。咁啊，加上咗戰亂造成嘅損失啦，咁啊，黃金嘅購買力咧就由1864年咧開始上升嘅，咁啊升到1878年嘅，前後咧大約係升咗14年嘅。咁另外咧，1929年美國爆發咗好嚴重嘅經濟衰退啦，即係大家成日都聽到嘅大蕭條。咁啊，黃金嘅購買力咧亦係上升嘅喎，咁啊一路咧就升到大約1940年嘅。上升嘅週期咧，大約都係維持咗11年嘅，所以我哋去大概咧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嘅，就係每一個黃金嘅上升週期咧，大約可以維持最少係10年以上嘅。咁啊，再睇翻而家嘅金價，咁喺2011年創出咗歷史新高之後咧，就一直咁沉落去啦，直到2020年咧先收復失地嘅，咁之後又調整咗2年。呢輪升浪嘅真正起步咧，其實係2023年。咁啊，到而家咧先至係升咗2年幾嘅。如果按照嗰個歷史上黃金牛市嘅運行週期咧，咁金價咧其實係要升到2032至到2033年左右嘅，大概咧仲有7至8年嘅路咧要行嘅。咁啊，正如我上集講過啊，咁1980年到2021年咧，大約40年嘅香港房地產牛市咧，黃金整體可以買到嘅港樓嘅尺數咧係越嚟越少嘅。咁如果咧個週期係調翻轉嘅話咧，就會變成黃金可以買到嘅港樓嘅尺數咧越嚟越多嘅情況咧，就好似70年代咁樣啦。或者我哋可以睇下70年代黃金對港樓嗰個購買力係點樣啊？喺1971年咧，港島住宅樓價平均每尺咧就100蚊左右嘅。咁啊，當年嘅金價咧就每安士35蚊美金，以當年嘅匯率計咧，每安士嘅黃金大約係196蚊港元嘅，即係話咧每安士嘅黃金咧大約可以買到2尺嘅港島嘅樓。咁到咗1980年咧，金價最高啊升到850蚊美金，咁啊港島嘅樓價咧升到咧接近1000蚊嘅，以當時嘅匯率計咧，每安士嘅黃金咧大約可以買到4.8尺嘅港島嘅樓嘅。即係話咧，雖然70年代香港嘅樓價咧升咗10倍，但係因為咧金價升得更加勁，所以實際上咧香港嘅樓咧係對黃金貶值嘅。即係話咧70年代咧黃金可以買到嘅港樓咧係越嚟越多嘅。咁啊，聽到呢度咧，大家係咪更加睇到嗰個週期嘅威力咧？咁啊，升完就跌，跌完就升。即使70年代香港嘅樓價係升嘅，但係從黃金購買力嘅角度去睇咧，其實係跌嘅。換言之咧，香港樓價喺1980年至2021年嗰40年嘅牛市週期之前咧，亦經歷咗一段熊市嘅。只要你係由黃金嘅購買力嘅角度咧去衡量咧，就會睇到呢樣嘢㗎啦。
咁啊，講到呢度咧，可能好多人都會突然間叮一聲啊，乜原來香港喺70年代嗰個樓價升咗10倍咁多嘅？咁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種情況，就係金價同樓價一齊升？只不過咧就好似70年代咁啦，樓價升少啲，金價升多啲。咁雖然咧樓價對黃金係貶值嘅，但都係升啊嘛，只不過係升少啲咁解嘅啫。咁買嚟都冇壞㗎。咁啊，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咧，都係可能會咁諗嘅。嗱，呢種情況咧，我唔敢話一定唔會出現，但係我覺得咧出現嘅機會係非常之低嘅。或者我哋再睇睇70年代嘅美國利率走勢啊，喺金本位解體嘅1971年咧，美國嘅利率咧大約係7.5厘嘅。咁啊，到咗1980年啦，就升到驚人嘅接近20厘啊！如果由1960年計起啊，20年入面咧，美國嘅利率咧更加係由2.5厘咧就升咗10倍。咁聽到呢度咧，你有冇覺得好奇怪？即係點解息口咁高，但係香港嘅樓價咧仲可以喺70年代咧升到10倍咁多嘅？關鍵咧就係嗰個借貸成數啊！喺60、70年代咧，其實咧唔係咁流行做按揭買樓嘅。當年嘅局勢咧亦好動盪嘅，好似67年啊，香港就發生咗大規模嘅暴動，咁啊國內咧就發生咗咧文化大革命。咁啊聽過好多老人家講咧，當年咧有啲人咧甚至擔心咧內地政府可能會解放香港嘅。咁啊加上利率咧持續咁上升啊，咁啊所以當時嘅香港咧就唔係咁流行做按揭去買樓嘅。好似我姨媽咁樣啊，佢喺1969年嘅時候咧就買樓，咁啊都係 full pay 嘅，冇做按揭嘅。就算做咧，都唔會做好長嘅。一般都係10年8年。我哋可以睇到咧，當年一啲房地產嘅廣告啊，係有1年分期付款唔收利息嘅優惠嘅喎。如果市場係冇呢種需求嘅，咁發展商都唔會推出呢種優惠啦，係咪？因為當年嘅按揭咧就冇而家咁流行嘅，咁啊按揭嘅年期咧亦冇而家咁長嘅，更加唔興咧咩做1按啊、2按啊，所以就算咧當年利率大升咧，對香港樓市個影響咧亦係相對有限嘅。但係而家嘅情況咧同當年就好唔同嘅，絕大部分人而家買樓咧，包括永倫呢啲有錢嘅家族啊，或者普通嘅星斗市民啊，有邊個係唔會借錢嘅咧？個個都會借嘅。更加咧有唔少人用物業咧做抵押咧，就會借錢去再去做其他投資嘅。咁所以對息口上升嘅承受嘅能力咧，應該係今時不同往日嘅啦。而家美國利率咧只係升到大約係5% 啫，香港嘅樓價咧跌成咁樣啦。唔好話再加上去啊，就算維持現狀啊，時間再拖長啲啊，相信香港嘅樓市咧都唔會好噶啦。所以咧，我覺得未來10年咧，港樓對黃金嘅呢個貶值週期咧，係唔會出現好似70年代嗰種金價同樓價一齊升嘅情況嘅。我覺得好大機會咧，就經過一輪大跌之後咧，香港樓價咧就會喺低位度咧就徘徊一段長時間嘅，而金價咧就會繼續升上去，直至咧再次出現每安士黃金可以買到4.8尺港樓，咁整個週期咧先至會正式結束嘅。咁喺呢個週期入面咧，除咗買嚟自用之外咧，香港樓市嗰個投資價值咧係只會越嚟越低嘅啫。所以我都係嗰句，即係唔好喺呢個時候咧去接飛刀。咁啊，令到我唔睇好香港樓市嘅，仲有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、好重要嘅原因。咁啊，下集啦，或者係再下集啦，就再同大家繼續講嘅。咁今集咧就講住咁多先。